卷二第二部分第3章共融服務的聖事。聖迭聖事，參與基督司祭職嘅方式都係一樣嘅，係咪啊？整個教會係司祭嘅民族，通過聖洗，所有信友都分享咗基督嘅司祭職。呢種分享就係叫做信友嘅一般司祭職啦。除此之外，以此作為基礎，為咗俾大家服務，另有一種參與基督使命嘅司祭職，叫做公務司祭職，係聖迭聖事所賦予嘅。佢嘅目的係為咗以基督首領嘅名義同埋身份，喺團體之中為大家服務。點解公務司祭職同埋信友嘅司祭職唔同呢？公務司祭職同信友嘅一般司祭職之所以唔同，主要就係在於公務司祭職賦予俾人為信友服務嘅神聖權力。經過祝聖嘅司祭服務天主嘅子民，係通過教導、主持禮儀同埋治理。公務司祭職有冇等級㗎？從教會一開始，喺公務司祭職嘅授予同埋執行上邊就分為3級啦，即係主教、司鐸或者係神父同埋執事。喺教會裏邊冇公務司祭職得唔得呢？唔得，由聖迭聖事祝聖嘅司祭係為教會嘅結構嚟講無可取代嘅。冇咗主教、司鐸同埋執事，就唔能夠稱之為教會嘅啦。主教係指啲乜嘢人呢？主教就係接受咗圓滿聖迭聖事嘅人。圓滿嘅聖迭聖事使人加入主教團，做託付俾佢嘅個別教會嘅有形領袖。各位主教由於佢作為宗徒嘅繼承人同埋主教團嘅成員，就喺伯鐸繼承人教宗嘅權下，參與整個教會嘅使徒責任同埋使命啦。咁司鐸又係指乜嘢人呢？司鐸係經過祝聖嘅公務司祭人員，喺鐸品尊位之上，同主教相連。喺執行佢嘅牧靈職務時，係屬於主教管轄，被稱為主教嘅賢明合作者。佢哋喺各自嘅主教周圍，同主教共同組成司鐸團，同主教共同負責個別教會嘅責任。司鐸由主教接受一個堂區或者係一個固定嘅教會職務。執事係指咩人呢？執事係為服務教會而被祝聖嘅公務人員，佢哋唔接受司鐸公務職，但喺宣道、敬禮天主、牧靈管理以及愛德服務上邊賦予重要嘅職責。不過佢哋嘅職務嘅執行應該係喺主教牧職領導下邊進行嘅。聖迭聖事係點樣施行㗎？聖迭聖事嘅3級係由主教嚟到施行嘅，通過浮手同埋一個隆重嘅祈禱文，祈求天主賜俾受祝聖者職務上邊所需要嘅聖神恩寵。聖迭聖事俾人永不磨滅嘅印記。邊個能夠被祝聖呢？教會只係俾受過洗禮嘅男性，喺合法確認咗佢為執行職務有足夠能力嘅時候，先至會祝聖嘅。咁鐸職同埋獨身有咩關係啊？喺拉丁教會裏邊，晉升鐸品嘅聖迭聖事一般只係賦予自由接受獨身生活，而且公開表示為愛天主之國同埋服務人群而有決心遵守獨身嘅候選人。婚姻聖事，點解婚姻亦都係聖事之一呢？聖保祿宗徒曾經講過，你哋作丈夫嘅應該愛自己嘅妻子，就好似基督愛咗教會一樣。呢個奧秘真係偉大，但係我指嘅係基督同埋教會。
婚姻嘅結合有冇佢自己嘅法律呢？一男一女通過婚約，共同建立佢哋愛情同埋生活嘅親密共融，係基於造物主所制定嘅特別法律，而本質就係為咗導向夫妻嘅幸福同埋生養教育子女。如果雙方都係受過洗嘅話，主基督就已經將呢一段婚姻提升為聖事。咁樣，乜嘢係婚姻聖事嘅恩寵呢？婚姻聖事係基督同教會結合嘅標記，佢將基督對教會嘅愛賜予俾夫妻，使佢哋相親相愛。呢個聖事嘅恩寵育成咗夫妻嘅人性愛，強化不能夠拆散嘅結合，聖化佢哋邁向永生。咁婚姻嘅基礎又係乜嘢呢？婚姻奠基喺雙方嘅同意之上，亦即係雙方願意決定性咁樣互相交付，好能夠活出忠貞嘅傳宗接代嘅愛情盟約。咁婚姻應該公開舉行嗎？婚姻係為咗使夫妻喺教會之內有公開生活嘅身份，所以婚姻適宜喺禮儀之中，當住神父或者係教會嘅合格證人同埋信友會眾嘅面前公開舉行。婚姻嘅主要特點係乜嘢啊？婚姻嘅主要特點係單一性、不可拆散性，並向生育開放。多偶制就違反咗婚姻嘅單一性啦，而離婚呢就拆散咗天主所結合嘅。拒絕生育，使到夫妻生活喪失咗佢最寶貴嘅禮品，就係子女啦。離婚之後可唔可以再結婚啊？合法配偶生存嗰陣，離婚者再婚，違反基督教導嘅天主嘅計劃同埋法律噶。離婚者再婚，雖然唔係同教會分離，但係唔能夠領聖體，佢哋應該繼續到教友嘅生活。特別係喺教育子女嘅信仰之上。點解教會再三咁樣強調婚姻同埋家庭嘅牧靈呢？因為教友家庭係子女接受信仰宣佈嘅第一個場所，所以係有理由稱屋企為家庭教會、恩寵與祈禱嘅團體、人民道德同埋基督愛嘅學校。個人以及人類社會嘅得救同埋夫妻家庭團體嘅幸福緊緊相連。第4章，其他禮儀的舉行。準備聖事係乜嘢啊？準備聖事係由教會制定嘅神聖標記，為準備人接受聖事嘅功效，並且聖化生活之中嘅各種環境。主要嘅準備聖事有邊啲啊？喺準備聖事之中，各種祝福係佔有重要嘅地位。為咗讚美天主嘅工程同埋恩惠，同時由於教會嘅代禱，使到人用福音嘅精神取用天主嘅恩惠。咁對於民間嘅虔誠，教會又講啲乜嘢呢？教友生活除咗係受禮儀滋養之外，亦都受民間虔誠嘅影響。呢種虔誠係源自不同嘅文化，而且樣式繁多。教會喺監督並以信德予以光照嘅同時，亦都鼓勵佢表達福音嘅感受同埋人類嘅智慧，以豐富教友嘅生活。卷3，在基督內的生活。卷3亦都係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係講人嘅召叫喺聖神內生活，而第二部分係講關於十誡。第一部分，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第1章，人的尊嚴。
人係天主嘅肖像。我哋點樣先至知道人嘅真正召叫啊？係基督將人完全揭示咗出嚟，使到人哋了解佢嘅最高召喚。人嘅呢種召喚係乜嘢呢？人因為有一個精神嘅靈魂，有理智同埋意志，所以從受孕嘅開始就已經係導向天主同埋永生啦。呢一種召喚嘅目的同埋完成，即係在於尋求並且愛慕嗰個真善美。人嘅倫理態度應該係點樣㗎？人因為有真正嘅自由，天主肖像嘅傑出標記，所以有義務遵守倫理法則，行善避惡。呢個倫理法則就係喺佢嘅良心裏邊產生回響啦。人嘅自由同樣咁樣傾向於善同埋惡嗎？因住原罪，人喺本性上邊受咗傷，因此喺運用自由嘅時候，人可能會錯誤咁樣，並且傾向於惡。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克服呢種傾向呢？基督用佢嘅苦難，將我哋從魔鬼同埋罪惡之中救咗出嚟，為我哋爭得喺聖神之內嘅新生。佢嘅聖寵會重整被罪惡毀損咗嘅一切。倫理生活係點樣完成㗎？倫理生活喺聖寵之中成長同埋成熟，並喺天國嘅光榮之中達到完美。而福音嘅真福呢，亦即係喺嗰度實現啦。我們蒙召邁向真福，對我哋嘅生命，福音真福嘅意義喺邊度呢？福音嘅真福教導我哋，天主召叫我哋嘅終極目的係天國，享見天主，分享天主嘅聖體，永生，做天主嘅仔女，同埋喺天主之內安息。真福亦都指示俾我哋走向天國嘅道路嗎？係啊，真福使我哋面對地上財富作出決定性嘅選擇，淨化我哋嘅心靈，使我哋能夠愛天主在萬有之上，提供俾我哋取用世物嘅辨別標準，以符合天主嘅法律。單單靠人嘅力量，能唔能夠到達永生嘅真福呢？唔能夠。永生嘅真福純粹係天主嘅恩惠，佢同導向真福嘅聖寵一樣，係超自然嘅。人的自由，自由係乜嘢啊？自由係做抑或唔做，並且照自己嘅決定如何做嘅能力。當佢選擇天主最高嘅善嘅時候，就臻於完美啦。天主點解俾人有自由呢？天主俾咗人自決嘅能力，係要佢自由服膺自己嘅造物主，並由此獲得完美嘅幸福。自由帶俾人乜嘢啊？自由嘅行為先至真正係人嘅行為，對自由決定嘅行為，人先至應該負上責任。自由做嘅先至係真正屬於自己嘅。咁係唔係降低咗責任嘅因素呢？對於一個行為係咪有責任，能夠因為無知、暴力、恐懼同埋其他嘅心理或者係社會因素而有所降低或者係消滅？人有運用自由嘅權力嗎？運用自由嘅權利同埋人嘅尊嚴係分唔開嘅，尤其係喺宗教同埋倫理方面添。但係運用自由並唔係話任何事情都能夠話或者係都能夠做。係邊個俾咗我哋真正嘅自由呢？係耶穌，佢解救咗我哋，為咗使我哋獲得自由。人行為的道德性，人行為嘅道德性係喺邊度嚟㗎？人行為嘅道德性係嚟自一選擇嘅對象，二
選擇嘅目的。三、行為嘅環境。對象、目的同埋環境就稱為道德性嘅緣。對象點樣決定所願意嘅行為呢？所選擇嘅對象決定所願意嘅行為，係根據理智對佢嘅認知同埋判定是善抑或係惡。可唔可以為咗善嘅目的而去做惡嘅事呢？係唔可以嘅，目的唔能夠使到手段合法，唔可以為咗從惡事得到善就去做惡事噶。一個行為要喺倫理方面成為善嘅，要有邊啲條件啊？一個行為要喺倫理方面係善，佢嘅對象、目的、環境都需要係善嘅。情欲的善惡，情欲係乜嘢啊？情欲嘅意思就係情緒同埋感受。主要嘅情欲有邊幾種呢？有愛、恨、欲、怕、喜、愁同埋怒。情欲係善噶，抑或係惡噶？作為一個感受嚟講，情欲唔係善，亦都唔係惡。但係作為嚟自理智同埋意志嚟講呢，就有善惡之分啦。因為咁樣，佢哋可能係德性，亦都係可能係毛病。為咗達到倫理嘅至善，一定要跟隨情欲嗎？唔一定，因為倫理嘅至善係話人行善唔能夠只係出於意志，仲要出於心。良心，良心係乜嘢啊？道德良心係人嘅理智對一個具體行為嘅善惡所作出嘅判斷。佢係人秘密嘅核心同埋聖所，喺嗰一度，人同天主單獨相會，佢嘅聲音響徹人最隱密嘅地方。良心應唔應該受教育呢？應該，良心應該受到教育同埋陶冶。一個受過良好培訓嘅良心係正直真誠嘅，佢會按照理智並且合於造物主嘅智慧所願意嘅真正美善嚟到作出判斷。一定要時時服從良心啊？人總係唔應該違背良心嘅，但係道德良心亦都能夠無知並且判斷錯誤。咁樣嘅無知同埋錯誤往往難辭其咎，因此有義務對良心加以糾正同埋培育。點樣嚟到培育良心啊？天主嘅聖言係我哋路途上面嘅亮光，我哋應當喺教會穩妥嘅領導底下，於信德同埋祈禱之中，將聖言消化、吸收，並且付諸實行。咁樣倫理良心就會培育得好噶啦。德行，乜嘢係德行啊？德行係恆久堅決行善嘅習性，更加確切嚟講，係理智同埋意志慣於規範我哋嘅行動，導正我哋嘅情慾，指導我哋嘅行為，使到能夠符合理性同埋信德。呢啲德行可以歸納為智、義、勇、節呢四個樞德。乜嘢係智德啊？智德發揮實踐嘅理智，喺各種境況之中認清我哋嘅真善，並且用適當嘅方法付諸實行。咁義德又係乜嘢呢？義德係持久堅定嘅意志，將應俾天主嘅俾天主，應該俾人嘅就俾人。勇德呢？勇德係喺困難之中堅決恆久咁樣追求善。咁乜嘢係節德啊？節德係喺感性享樂上邊自我節制嘅美德，使人喺享用受造物嘅時候能夠保持平衡。點樣能夠令到倫理嘅美德成長呢？倫理美德嘅成長係靠教育、審慎嘅行為同埋恆心嘅努力。
天主嘅聖寵就會俾出淨化同埋提升㗎喇。除咗倫理美德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美德㗎？有啊，倫理美德之外，仲有向天主之德，即係信德、望德同埋愛德。呢三德使到教友喺同天主聖三嘅良好關係之中生活。天主係信望愛嘅根源，仲有係動機同埋對象。藉住信德認識天主，希望天主，並且為天主而愛天主。信望愛使到所有嘅倫理美德充滿內容，並且富有活力添。信德點樣喺我哋裏邊工作啊？藉住信德，我哋相信天主，相信天主啟示俾我哋嘅一切，並且相信教會提示我哋應該信嘅一切。咁望德呢，又點樣喺我哋裏邊工作呢？藉住望德，我哋懷住堅強嘅信賴同埋希望，並且期待從天主嗰度得到永生，以及賺到永生所需要嘅聖寵。咁愛德又點樣喺我哋裏邊工作呢？藉住愛德，我哋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且為愛天主而愛人如己。愛係全德嘅聯繫，亦都係一切美德嘅存在形式。聖神七恩又係乜嘢啊？聖神俾基督徒嘅七恩係智慧、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同埋敬畏天主。罪過，罪係乜嘢啊？罪係違反永律嘅言語、行動或者係願望。罪係冒犯天主，用唔服從同天主嚟到抗衡，同基督嘅聽命相悖。罪冒犯咗天主，有冇冒犯到人呢？罪係違反理性嘅行為，唔單止傷害人性，連帶都危害咗人嘅責任添。一切罪嘅根源喺邊度啊？一切罪嘅根源係喺人嘅心中。點樣嚟到判斷罪嘅種類同埋嚴重性呢？主要係從罪嘅對象嚟到認定㗎。基本嚟講，點樣去區分罪啊？罪嘅基本分類係死罪同埋小罪。死罪就即係重罪同埋大罪，而小罪呢，則係輕罪。我都唔係好明死罪啊。死罪係故意，即係明知故犯，嚴重違反天主法律嘅事情。咁死罪嘅後果係乜嘢啊？死罪使人失去寵愛，唔能夠進入天主嘅國，並且受地獄嘅永罰。咁乜嘢係犯咗小罪啊？犯小罪係喺輕微嘅事情上邊唔守倫理法則嘅規定，或者喺大事情上邊唔遵守道德律，但係並唔完全理解同埋唔完全同意嘅。咁點樣去補贖小罪啊？小罪可以用愛德嚟到賠補㗎，因為小罪仍然讓愛德存留喺我哋之內。如果時時犯同樣嘅罪嘅話，有咩後果啊？時時犯同樣嘅罪，包括小罪在內，都會滋生相關嘅毛病。第二章，人的團體。個人與社會。人需要社會嗎？為咗使到人一體三位嘅天主嘅肖像順應本性嘅發展，需要到社會嘅生活。某一啲社會好似係家庭同埋國家咁樣，就係直接嚟自人性嘅。人同埋社會有咩關係啊？所有社會組織嘅本源、主體同埋宗旨都係人，而且亦都應該係人。
乜嘢係輔助嘅原則啊？輔助原則係話，國家或者係較大嘅社會都唔應該取代個人同埋中間團體嘅主動性同埋責任。社會應唔應該重視倫理價值㗎？社會應該幫助人收集美德，而唔係予以阻擾，而且亦都應該由一個合理嘅價值等級所啟發。如果罪惡一旦侵入咗社會嘅風氣裏邊，嗰陣時應該點樣做呢？我哋應該呼籲人回心轉意，依靠天主嘅恩寵，為咗愛而從事合理嘅革新。對於社會問題，福音之外就冇真正解決嘅辦法㗎。參與社會生活，一切權威都嚟自天主，係咪真㗎？係真㗎，亦即係話人嘅一切團體都需要有權威，先至能夠存活同埋發展。所以權威就係天主所欽定嘅秩序啦。權威嘅運作點樣先至合法呢？權威嘅運作係為達到社會嘅公共利益先至叫做合法。為咗要達到呢個目的，佢應該運用倫理所能夠接受嘅方法。咁乜嘢係公共利益啊？公共利益就係社會生活嘅某一啲條件嘅總和。呢啲條件容許團體同埋個人更加圓滿咁樣，更加方便咁樣達到佢嘅美滿境界。公共利益嘅要素有邊啲呢？主要有3個，即係尊重並且推動人嘅基本權利，社會嘅精神同埋物質財富嘅豐滿同埋發展，組群同埋個人嘅和平同埋安全。咁應唔應當追求公共福利呢？人嘅尊嚴同埋追求公共福利休戚相關，每個人都有義務努力推動並且支持嗰一啲有助於改善人嘅生活條件嘅機構。邊一個有保障公共福利嘅責任啊？保障同埋推動社會嘅公共福利係國家嘅職務，整個人類大家庭嘅公共福祉就要由國際社會機構嚟到推動啦。社會正義，社會點樣去保障佢嘅正義啊？社會應該製造條件，容許社團同埋個人享有佢哋權利所以要求嘅一切。點樣去尊重人呢？應該將別人睇成係自己，尊重嗰啲嚟自人格尊嚴嘅基本權利。人人平等嘅基礎喺邊度呢？人人平等嘅基礎係人格尊嚴同埋從此產生嘅各種權利。人各有不同，有乜嘢意義啊？人各有不同係出自天主嘅計劃，好使我哋彼此需要，相輔相成，從而激發愛德。所以呢，人呢係唔應該危害人嘅平等嘅，係咪？係啊，人嘅尊嚴要求係努力縮小社會以及經濟嘅過分差距，消除邪惡嘅不平等。真正嘅連帶責任有邊幾特點呢？連帶責任係基督徒嘅主要美德，佢將屬靈嘅財富同人分享，更甚於物質嘅財富。第3章，天主的救恩，法律與恩寵。道德律，法律係乜嘢啊？按照聖經所講，法律係天主慈父嘅訓示，佢命令人走嗰個預許嘅幸福之路，禁行罪惡之途。一般可以話，法律係理性嘅命令，為咗公共福利，由一個團體嘅負責人頒布。咁乜嘢係自然律呢？自然律係按照造物主肖像所形成嘅人，對天主智慧同埋慈善嘅分享。佢宣示人嘅尊嚴，構成人嘅基本權利同埋義務嘅基礎。咁自然律可唔可以改變㗎？
自然律係唔能夠改變嘅，走過歷史，歷久彌新。佢所表現嘅規則，本質上邊係時時都有效。佢係倫理規範同埋國家法律嘅必要基礎。乜嘢係舊律啊？即係舊約嘅法律呢？舊律係啟示律嘅第一個階段，佢嘅倫理規範都濃縮喺十誡裏面，而佢就係福音嘅準備啦。舊律同埋自然律有咩關係啊？梅瑟嘅法律含有好多本性可以達到嘅真理，但係天主仲係將佢啟示咗出嚟，原因係人喺自己心中認唔出佢哋嘅。新法或者我哋所講嘅新約嘅法律，佢嘅基本特點係乜嘢啊？係通過對基督嘅信仰而賜下嘅聖神嘅恩寵。新法或者係福音法，主要係主嘅山中聖訓，並且通過聖事賜俾我哋人恩寵。新法同埋舊律有咩關係啊？福音新法係舊約舊律嘅完成，新法超越舊律，並且使到舊律臻於完美。舊約許諾嘅實現通過天國嘅真福，舊律嘅育成通過轉化行為嘅根源，即係人心啦。新法嘅主要特點又係乜嘢呢？新法係一種愛嘅法律，係一種恩寵嘅法律，亦都係一種使人自由嘅法律。新法裏邊只有誡命嗎？除咗誡命之外，新法裏面仲含有福音勸喻。教會之中嘅聖德，就係因為主喺福音上邊敦請佢嘅門徒遵守嘅好多勸喻啦。恩寵與誠意，聖神嘅恩寵帶俾我哋乜嘢呢？聖神嘅恩寵帶俾我哋天主嘅正義，通過信德同埋洗禮，聖神使我哋同基督嘅苦難同埋復活結合，分享佢嘅生命。乜嘢係誠意啊？誠意係使人從罪惡過渡到恩寵嘅境界，因而由罪人變成義人。咁誠意嘅內涵係乜嘢呢？誠意同埋悔改係相同，都係有兩方面嘅，即係喺恩寵嘅推動之下，人轉向天主，遠離罪惡，因而從天主獲得寬恕同埋義德。因此，誠意嘅內涵就係罪過嘅赦免、人嘅誠意同埋內在人嘅更新。點解誠意係咁寶貴呢？誠意係基督用苦難為我哋賺返嚟，並且通過洗禮而賜俾我哋嘅。佢使我哋相稱於天主嘅正義，使我哋成為義人。而目的係天主同埋基督嘅光榮，以及永生嘅恩寵。佢就係天主仁慈嘅最大傑作啦。到底聖寵係乜嘢啊？一般嚟講，聖寵係天主俾我哋嘅助佑，為咗幫助我哋回應作為天主子女嘅聖召。聖寵引領我哋同天主聖三親密咁樣生活。聖寵同埋自由有乜嘢關係呢？喺聖寵嘅工作之中，天主主動準備激勵人自由嘅回應。聖寵同人心深處嘅自由嘅願望係相呼應，邀請人同埋聖寵合作，並使到自由到達完美。咁乜嘢係寵愛呢？寵愛係天主白白賞賜嘅恩惠。天主俾我哋佢嘅生命，由聖神傾注喺我哋嘅靈魂上邊，為咗治癒靈魂上面嘅罪嘅創傷，並且聖化佢，使到人成為天主所喜悅嘅。咁其恩又係乜嘢啊？其恩係聖神嘅特殊恩惠，係為咗導向聖化恩寵，以教會嘅公益為目的嘅。咁寵幼呢？
重幼係天主為開始並且推動我哋嘅聖化工作而所作嘅及時干預。喺天主跟前立功係可唔可能㗎？如果唔係天主自由嘅計劃，要人同埋佢嘅聖寵合作，人喺天主之前就無功可言嘅。功勞首先應該歸於天主嘅聖寵，其次先至係人嘅合作。所以連人嘅功勞都係天主所賜嘅。咁樣講，我哋嘅功勞喺邊度嚟呢？係嚟自天主聖神嘅推動同埋愛德咯。人能夠賺得歸依嘅第一個恩寵嗎？唔能夠，邊個都唔能夠賺得歸依嘅第一個恩寵。但係喺聖神嘅推動之下，一切為得永生有益嘅恩寵，我哋都能夠為自己，亦都可以為別人而賺得嘅。基督徒嘅美德喺邊度啊？基督徒嘅美德主要係在於成全嘅愛德。咁邊個係蒙召成聖嘅呢？所有嘅基督徒，無論佢嘅身份同埋地位係點樣啊，都受到召叫去度一個圓滿嘅基督徒生活，並修成全嘅愛。基督徒嘅成全係冇止境嘅。為咗走向聖德，有必經嘅過程嗎？有，走向聖德成全係要通過十字架嘅。正如耶穌所講，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教會、慈母與導師、禮儀同埋道德生活有冇關係㗎？有㗎，道德生活就係屬神嘅敬禮，信友生活嘅營養就係從參與禮儀同埋聖事之中所攞得嘅。教會規戒嘅範圍喺邊度呢？教會嘅規戒都係有關基督信仰同埋道德生活嘅，呢一啲同禮儀常有關聯，並且從禮儀之中吸取營養。有邊啲係教會嘅規戒呢？教會嘅規戒有5條。第一，凡主日同埋其他規定嘅節日應該參與彌撒。第二，至少每年1次告明所有嘅罪過。第三，至少喺復活節應該謙虛咁樣恭領聖體。第四，聖化教會規定嘅慶節。第五，按規定守大小齋。通常教會喺邊度作有關倫理方面嘅教導呢？教會牧者嘅訓導一般係喺教理講授同埋講道嘅時候，以十誡做基礎，作有關倫理嘅教導。十誡係對所有嘅人都有效嘅倫理生活原則。教宗同埋主教可唔可以喺倫理方面作一啲指示呢？羅馬教宗同埋主教作為真實嘅導師，向天主嘅子民宣講應該信並應該喺生活上實踐嘅信理，並且喺同自然律同埋理性有關嘅倫理問題上邊表示立場，亦都係佢哋嘅職權所在嘅。教會訓導嘅不能錯誤，亦都包括倫理道德嘛？教會牧者訓導嘅不能錯誤及於教義嘅一切要素，倫理亦都包括在內。否則信仰嘅救恩真理就唔能夠維護、講授或者係遵守㗎喇。第二部分，十誡。十誡指乜嘢啊？十誡係我係你嘅主，你嘅天主。一，除我之外冇別嘅神。二，唔可以妄呼天主聖名。三，
應該記住聖化節日。4. 孝敬父親同埋母親。5. 不可殺人。6. 不可做不潔嘅事。7. 不可偷竊。8. 不可以做假見證。9. 不可以貪戀別人嘅妻子。10. 不可以貪慕別人嘅東西。咁十誡係邊個頒布嘅呢？十誡係天主通過梅瑟頒布嘅。咁十誡為今日亦都有效嗎？有㗎。一個年青人問：為得永生應該做啲乜嘢呢？耶穌答佢話：你若願意進入永生，應守誡命。教會傳統為咗忠於聖經，符合耶穌嘅榜樣，一直都認為十誡係有佢嘅基本重要性同埋意義嘅。咁十誡裏邊嘅每一條誡命係唔係各不相干㗎？十誡係一個整體，當中每一句說話，即係每一條誡命，都係整體嘅一部分。違反一誡呢，就即係破壞全部嘅誡命嘅。十誡只係天主同埋佢選民之間嘅盟約啊，抑或同自然律都有關係㗎？十誡呢個恩惠係天主同佢嘅選民所訂立盟約嗰陣時俾出嚟嘅，但係十誡亦都係自然律嘅一種優越宣示。我哋認識佢係透過天主嘅啟示同埋人嘅理智。唔守十誡就犯咗重罪啊？就十誡嘅基本內涵嚟講，人有絕對嘅義務要去遵守，但係呢啲應該遵守嘅誡命，佢情節本身呢係有輕微嘅。遵守十誡係可唔可能㗎？天主會用佢嘅恩寵，使到佢命令嘅成為可能。耶穌點樣將十誡嚟到濃縮咗呢？耶穌將十誡濃縮成為兩條愛嘅誡命。第一，你應該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嘅天主。第二，你應該愛近人如同愛你自己。